春啊，全新的台语剧早起来举行着开镜大典，主要的演员拢有到场来祈福、祈求收视冲关。这出台语剧主要是咧讲主角苍冷里的阴阳两界，回到人间所引发的一连串有关爱情甲家庭的故事。2、1，先向我们广播我们台语给你圆满成功。好天忙讲大吉大利，全新的台语剧举行开镜仪式，全体演员杨小丽、叶嘉瑜甲蓝伟华等诚心祈福众神保庇，天上人间拢平安。这出戏的重点正是一个死后到阴间，生命发现讲念着人，给一个机会宽容重回人间，展开一连串人甲鬼的故事。要请资深的演员王家明来助阵，动车出队杨小丽。细汉的时伫华视搬过真侪戏，这摆搁搬真欢喜。我从小在华视长大，都是华视之友，对，所以就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。土地公传奇、施工其他都是华视，所以其实其实我从小睡在地下的摄影棚。不要这样，你小理解第一啊，小理解。但是说我自己回华视拍戏，有一种回娘家很开心感觉。连警卫北北只要做得够久的，都几乎可以说，你刚写黑杨小黎，你看你看大汉啊。虽然剧情有鬼，不过演员爱大家放心，这是一个喜剧，观众无需要去受惊，只需要呢好好去欣赏。到底是甚么好笑的鬼仔故？这演员拢无加讲，希望所有观众拭目以待。